你有冇試過喺夜深人靜嘅時候瞓唔着，望住天花板，心入面浮現一個好空虛嘅問題：我究竟想做啲乜嘢呢？或者呢份工作係咪真係我想做嘅呢？老實講，喺我哋而家身處嘅 AI 時代，好多嘢變得好快，未來好似蒙上一層迷霧咁，想揾到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，感覺就好似大海撈針咁困難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本我最近睇過，覺得好有共鳴，而且好值得推薦嘅書。佢係由日本知名記者同埋學者池上彰先生所著嘅《如何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：AI 世代生涯探索行動指南》。點解我會覺得呢本書值得睇呢？我哋身處嘅社會競爭好激烈，好多人讀書就係為咗揾份好工，工作係為咗穩定同埋晉升。但係往往忽略咗自己內心真正嘅聲音，加上 AI 科技一日千里，有啲人會擔心自己嘅工作遲早會被 AI 取代。呢種唔確定性讓大家對未來更加迷茫。作者喺書入面開宗明義咁講，AI 時代其實並不可怕，反而係一個重新審視自己、探索新可能嘅機會。作者好實際咁提供6大行動指南。呢6大行動指南唔係要你轉行或者做 YouTuber 或者創業，而係由淺入深，一步一步咁帶你釐清自己係個乜嘢人，有啲乜嘢優勢同埋興趣。6大行動指南教你點樣撈針。第一，佢要你認識自己，聽起嚟係咪好老土啊？但係你有冇試過好認真咁樣坐低，好好思考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強項，有啲乜嘢弱點？你中意做啲乜嘢？唔中意做啲乜嘢？好多時我哋連自己都唔了解，又點去揾到真正想做嘅事呢？書中會有好簡單嘅方式，例如透過曼陀羅9宮格思考法嚟幫助你整理思緒。呢個方法唔係啲乜嘢複雜嘅心理測驗，係一個視覺化嘅工具，將你腦海入邊零碎嘅諗法有系統咁呈現出嚟。第二，培養好奇心。我哋習慣效率至上，好少會停低腳步，好好咁觀察身邊嘅事物。但係池上彰提醒我哋，好奇心係推動你探索新事物嘅第一步。可能你以前從來都冇諗過從事畫畫方面嘅工作，但係當你對畫畫產生好奇心，你就會開始去了解、嘗試，而呢啲嘗試往往就係發現新興趣嘅契機。第3同第4點就係關於接觸更多唔同嘅人同事，同埋勇敢去嘗試。呢2點其實係相輔相成嘅。你認識更加多唔同背景嘅人，聽到佢哋嘅故事，會擴闊你嘅視野。而最重要嘅係唔好淨係喺度諗，要行動。可能你心入面有好多小火花，但係如果你唔去試，永遠都唔會知道佢係咪真係可以燃燒起嚟。好多人都會驚失敗，驚被嘲笑，但係池上彰鼓勵大家要拋開呢啲包袱，嘗試咗先知道得唔得㗎嘛。第5點係學習不同嘅技能。呢度唔單止係指返學或者係攞唔同嘅 cert 咁簡單，而係持續學習裝備自己。因為喺 AI 時代，終身學習係非常重要㗎。你今日學到嘅嘢，可能聽日就有用。你今日累積嘅技能，可能係你未來轉型嘅基礎。最後第6點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要訂立目標。當你認識自己，培養好奇心，嘗試過唔同嘅事物，亦都學咗新技能之後，你就要將呢啲嘢串聯起嚟，為自己設立一個明確嘅目標。呢個目標唔需要一步到位，可以係一個短期目標，但係佢必須能夠讓你產生動力去向前行。呢本書並唔係一本成功學嘅書，佢唔會教你咁樣做就會成功，亦都冇講啲乜嘢快速致富嘅秘訣。佢更加似係一本探索指南，運用池上彰獨有嘅池上式分析，幫助你由內到外重新認識自己，並提供工具同埋方法，等你一步一步去探索自己真正想做嘅嘢。書入邊仲有好多漫畫同埋圖解，非常容易理解。即使你係一個唔係太中意睇書嘅人，亦都會覺得好輕鬆。喺呢個急速變化嘅社會入面，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跟住大方向行，或者為咗生活而打拼，好容易迷失方向。池上彰呢本書就好似一個鬧鐘，提醒我哋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問下自己，究竟我最想做嘅係啲乜嘢？
呢本書提供一套思考嘅方法，同埋一份重新出發嘅勇氣。當你揾到自己真正想做嘅事嗰陣，你就會發現呢種由心而發嘅動力係任何事物都唔可以取代噶。不如今晚就試下俾自己一個安靜嘅時間，開始你嘅真正想做的事探索之旅啦。相信我，呢個投資係絕對值得噶。